那今天呢，非常重要的这个，你们4个不老班的呢，配合雾台国小的学童班，我们要开个10分钟的樱花网这样的一个讲座。你有没有介绍你是什么先生？导览吗？哦，我介绍我自己不重要，重要的是我要说的话啊。那如果说对我有兴趣的话，我的名片在我家里那边。好的。那我首先介绍与会的贵宾，第一个是内埔的不老班的班长哪一位？这边是他。好，班长好。班长好。小朋友好。那雾台国小的校长曾校长好。曾校长好。哦，好。我内小。那我们内部国小特休。内部国小特休的哦，哎呦，你看一下，学姐啊，到校长室哈，居留2天啊。那我们樱花网呢，顾名思义就是说，整个雾台乡这么多的樱花当中呢，非常漂亮，非常亮丽，成为一个景点。这个就是樱花网的由来。那樱花网它这个树龄呢，大约在无可考究。不过以主人的想法跟说法呢，大约在40到50一个岁数。40到50一个岁数。那真正的岁数我们不知道。可是最重要的是，樱花网顾名思义就是我们整个雾台樱花、山樱花的一个指标性的一个樱花啊。樱花网呢，树高140公分啊，它整个周围呢总共99公分啊，它整个一个花瓣呢刚好是42公尺，是这样的一个樱花网。那为什么说它的树高为什么140公分，然后就这样了呢？因为是人工的霸凌跟雕塑，这边的主人呢刚好149公分，它的高度还差不多100岁了。然后为了这个很自然的去雕塑这个樱花网呢，才有这样的一个结果。那樱花网呢，它的花期呢，从开始的第一颗花到最后的最后的一颗卸下来的时候，刚好是1个月多，30天到40天。那第一朵花开了之后，第一朵花只要开差不多半个月的时间呢，就能够盛开。盛开期间呢，只有1个礼拜到10天，然后10天之后呢，然后就慢慢的谢花这样。那现在这个这边开了不止1个礼拜，已经开了差不多半个月到20天之间。1个月谢掉。还没有开始。开了会先谢的。对。当然了，这个地理环境很重要，比如说它的温度，它这个比如说下雨，这个落差太大的话，对花非常重要。然后更重要的是，只要花下大雨的话，不要讲了，花那么漂亮，只要下大雨，没有办法承载它这个雨量的重量，它就卸下来，一定是这样。那樱花呢，最漂亮的时候什么时候看呢？心情好很重要。你一定要心情好，欣赏、期待这个花，这个花才会漂亮。可是时间很重要，樱花最漂亮的时候，就当太阳照射之后，10分钟之内的那个花最漂亮。也就是说，还有一个露珠的一个点点的露珠，然后太阳的照射之下，反映出的那个花是不一样的花。所以一般的记者、一般的传媒都会在这边守候，7点多就在这边守候，一直看。10分钟之后一照，那个是最亮的。当然了，阳光也是很重要的。那各位小朋友，雾台部落为什么说独树一帜能够成为一个樱花的部落？很简单，我们有天然独厚的地理环境，海拔800到1200之间，而且又是身居这个不以跟这个都会区的天然气候有一段之隔，差不多在20几公里。所以说，和田多的地理环境造就我们雾台樱花就是跟人家不一样。当然，我们不可能比这个日本樱花、韩国的樱花，包括武陵樱花、九族的樱花这样的樱花季呢，不能避免。不过，我们这边得天独厚是自然环境下的樱花，叫做自然美，没有经过人工雕塑。那九族的樱花，为什么说季节性的樱花为什么还能够按照季节性开花？他们是人工霸凌。什么叫人工霸凌？就是人工加工，
他把那个大冰块放在树底下，保持在一个常温，保持一个湿度跟温度。当然樱花，原来是樱花季节，它自然开了，原来是人工加温温度的保持。所以在这边呢，我就说一句话，感谢我们所有的樱花的粉丝们能够来这边雾台国小的小朋友，樱花的部落雾台乡，你们一定要好好珍惜，好好珍惜，因为我们就是南部7县市唯有樱花的就是我们雾台，樱花网长得这个样子，你们记得一句话：人工雕塑跟人工的爱心。好，不要说霸凌了。那雾台乡，整个雾台部落最老的樱花，在我右手边30公尺处，厉害不厉害？那边，对，不是唯一的最老的樱花是那棵樱花，就是那一颗啊，那棵树龄差不多在80到90岁。刚才我们走过的那一颗啊，就是那一颗啊。为什么呢？为什么确认了最老的樱花？当我国小像你们这样懵懵懂懂的，像你这样那么粗壮的时候，这棵樱花早就有了。我已经快60岁了，那棵樱花已经有了，所以可以证明那个最起码80岁以上的樱花。这根樱花我已经说了，在40到50。不过唯一的特色，这个2个是部落的原生种，其他的这个在路边长的，都是我们台中南投那边开路之后才来移植到这边。所以说这2棵樱花王子、樱花母后是我们部落的原生种，记得这句话了哈。好的，我以上简单的说明不代表我个人，代表部落的发声。谢谢你们爱樱花。谢谢。